来乡亲啊，今仔日除了是立冬之外，嘛是今年最后一个天赦日。啥是天赦日呢？讲较简单嘞，就是向玉皇大帝来忏悔、请求赦罪，也就是消灾解厄、转运招财的好日子。有袂少的乡亲，拢把握时间到庙寺来祈福。早起一透早，台湾手无天断，人就吸，拢是要来补运、补财库。透早台南这间庙出现真侪信众，伫内内外外拢总是人，敬到顶，金纸敬品是囥甲满心。庙方有推出限量的祈福袋啊，嘛真抢市，啊明明是上班日，是安怎会出现遮侪人？民国111年最后一次的迄个天赦日，天赦日的4方后面，今年度的那个立冬。这是一个大好的日子，都会当补着好年冬。原来大家拢把最后一个天赦日，以今年来讲，国历1月、3月、6月、8月、10月、11月，拢有天赦日。11月初7这天是今年最后一天的天赦日。传统的习俗中是消灾解厄、转运招财好日子。一年基本上有6天。那么拜拜上好的时间是伫早起5点到下晡时的3点。我们今天准备了758份，里面含有我们委办的300份，还有预约加现场的。都来祈求玉皇上帝那个全家平安健康，对吧？今日立冬嘛是2021年最后一个天赦日，民众拢望讲，借由这个民间信仰来补运补财库以外，更加期待新的一年会当万事拢顺利。